政府提供民众多元方便的管道来领6000块，除了第一批网络登记4月初拢领到钱，4月10号开始，卖当选择用 ATM 提款机。4月17号开始，伫邮局等金融机构才开放柜台来领。对此，台南邮局进前已经做好全盘演练，第一天开放3个柜台来专属服务，加上实施头一天并无出现伤侪人。台南105个支局领的人来来去去，平均20-30位左右，伫10分钟内真紧的消化掉。今天领普发现金的状况，一大早其实台南各地邮局还是蛮多人，大概每个局平均到20几位。但是呢，我们其实前面就是已经有因应的措施，比方说我们的行政单位的人员啊，会派到比较就是说人口老化的地区。那市区的话呢，我们也会有一些志工。那有一些会请一些志工来协助，所以今天来领现金的状况一般都还蛮好的，状况都还蛮好。面对市区并无出现人潮，不过市长委托伫认得关心排水系统时，嘛特别到附近邮局关心相对有较侪时段排队的状况，呼吁大家一定要小心无共形式的诈骗手段。虽然今天中央有订定一些分流的措施，不过我们台南的邮局大家都是可以让民众这不分身份的直接来领。我看到现场也有排队的情形，那总局也有来支援人力然后加开柜台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民众可以领到现金回去。那这个行政作业的流程能够简化，但最重要的不要领现金，左手领现金，右手被骗走。所以我特别请邮局加强柜台的防诈骗，也就是说，领完现金，然后他要努力，他却想办法，却把他自己账户的钱要汇给出去。这种柜台临柜的这个，因为诈骗集团横行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做好防诈，不管在柜台或者是在防诈的宣导，那希望大家一起来，能够让民众落实这个好的政策。根据邮局现场排队民众，除了有较袂晓操作网络甲提款机的民众，嘛因为小户列为警示，袂当有任何资金进出，所以只好来柜台现领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英光采访报道。